请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2日，旧历的正月初8，礼拜二。昨有报告乡亲知，一个49岁驾驶伫中山高速公路往田往南屯的路段，因为恐慌症压起来，伊甲车驶到路径，落车要换女朋友过来驶，但是天色暗昏，伊一个落车，都互后壁驶到位一台搁一台的车弄倒去，过来交过。警方甲家属拜托民众提供行车记录器。警方比对的结果，查出2台车，一台是弄倒人，一台是交过人。2个驾驶拢讲当下有打电话来报警，问题是拢无流离的现场。结果2个人拢服用肇事逃走甲过失致死罪，移送法办。国道1号3台车停伫路径，最后一台车是死者的车，49岁驾驶因为自弄停伫路径，换女朋友要来开，结果咧选落车向后面行，被弄死。那是前面的2台车都是先给弄掉，甲给交过肇事车辆。我们昨天调阅了高工局的 CCTV， 还有远通的 ETC 门架行车影像，约1000笔左右哈。那跟民众提供了行车记录器做交叉比对。因为后面的行车记录器提供警方，才找到这2台车，一台是红色旅行车，另外一台白色轿车。警方传调驾驶到案检查车辆，还有找到车的底盘残留人体碎油啊。红点呐，疑似就是看起来像血渍。是它的时速大约都在多少以上？大约都是在100至110左右。行车记录器甲车损拢真做体证，因为驾驶嘛承认弄着人，自称迄时阵有卡伊控报案，不过就算有报案，拢无等到警方来就离开，涉及肇事逃走加上弄着人的过失致死罪，被移送法办。